快摇滚的旋律搭配校园的画面，这是台南市教育局为着教师节，结合老师甲学生共同创作的影片。歌词特别请史多奖得主李志轩校长填写，由台南女中甲复兴高中的学生演唱，传述学生对老师的敬爱甲感谢。对于老师的敬意的表达，我相信这个所有的同学所有台南市的市民朋友们都是非常这个铭记在心的哈。因此，我想在这边要代表可能是185万市民朋友们，来谢谢各位老师所付出的辛苦哈。过去3年来，台南市以学生音乐创作搭配校园情景，制作台南限定版本的教师节 MV 已经成为特色。今年的歌曲是因为你，特别以台南市许多奖的老师为主，局长甲市长嘛做伙出现在影片内面，对老师传达祝福。各位老师辛苦了，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10年树木，100年树人，因为有各位的付出与谆谆教诲，学子的知识与品德才能不断的成长茁壮。在此，代表家长们和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向各位老师致上万分感谢。各位同学也要记得向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